孟武百問，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自其富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子謂子貢曰：與回也孰如？對曰：次也，何敢忘回？孟武百問，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自其富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子謂子貢曰：與回也孰如？對曰：次也，何敢忘回？孟武百問，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自其富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子謂子貢曰：與回也孰如？對曰：次也，何敢忘回？孟武百問，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自其富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子謂子貢曰：與回也孰如？對曰：次也，何敢忘回？孟武百問，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自其富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謂子貢曰：與回也孰如？對曰：次也，何敢忘回？孟武百問，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自其富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子謂子貢曰：與回也孰如？對曰：次也，何敢忘回？孟武百問，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自其富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子謂子貢曰：與回也孰如？對曰：次也，何敢忘回？孟武百問，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自其富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子謂子貢曰：與回也孰如？對曰：
次也何敢忘回？孟武百問，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自其父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子謂子貢曰：與回也孰如？對曰：次也何敢忘回？孟武百問，子路人乎？子曰：不知也。又問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自其父也，不知其人也。求也何如？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人也。赤也何如？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人也。子謂子貢曰：與回也孰如？對曰：次也何敢忘回？回也聞一以知十，次也聞一以知二。子曰：弗如也。吾與弗如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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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也聞一以知十，次也聞一以知二。子曰：弗如也。
吾與汝弗如也。回也聞一以知十，次也聞一以知二。子曰：弗如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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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吾與汝弗如也。宰予晝寢。子曰：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牆不可污也，於魚如何諸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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